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0月16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台海局势是真紧张，昨咱国一台立营航空海巡署的包机要对高雄小港机场飞往东沙，所以香港区管中心拒绝，要求爱飞翻头。民航局是表示，香港区管中心是讲飞机经过的区域有危险的活动哦，因为安全上的考虑，咱国的飞机嘛决定要射翻头。这嘛是海巡署东沙包机20年来头一遍互禁止进入。东沙太太利用9栋51架波道测试。这是立营航空军包机航班甲东沙塔台对飞，暗过15载起，立营航空为高雄小港机场飞向东沙的比测，905一处军包机罕见被香港区管中心拒绝禁止的飞行情报区，伫9点44分180度额头10点12分登来到小港机场。我只说我们这一切以民航局的说法为主，因为民航局他已经有对外讲了，那我们这一切以民航局的说法为主。民航局书面回应表示，立营航班是在台北香港飞行情报区交接点附近，经过香港管区告知，26000英尺以下有危险活动，安全考虑航班决定额头。香港飞行情报区事前无发布飞行公告，民航局已经提醒地方未来爱照国际惯例发布，才袂影响航班。立营航空每礼拜是拢有定期包机为高雄小港飞向东沙，飞行时间差不多是80分钟。暗过东沙岛伫台北飞行情报区以外，属于香港飞行情报区。这架在海巡署国防部的55人的军包机被香港管区拒绝进入。海巡署表示，目前东沙群岛各项演训勤务一切正常，共阮伫当地海域也无演习。暗过这是海巡署东沙包机20日来第一摆，毋是因为天气因素被迫越头飞行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泰国反政府的示威行动，并无因为政府发布紧急状态取消哦。昨抗议的民众又搁到曼谷的街头，到暗时10点才解散。也毋过哦，抗议人士是表示，因每一天拢会来表达诉求，警方嘛抓超过20个人。抗议群众以和平示威的方式，比如开手机照明、花口号顶，继续表达反政府诉求，佮要求当局将包含示威者领袖在内被抓20多人放出来。แสดงจุดยืนเฉยๆว่าเราจะไม่ยอมจำนนต่อเผด็จการอีกต่อไปหนูก็แบบว่าอยากออกมาให้เขารู้ว่าแบบมันไม่มีผลอะไรกับคนตอนนี้แล้ว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ดว่าคือ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ที่เขามี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ที่แท้จริงใช่ไหมคะเขาก็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ชุมนุมอะไรแบบนี้ได้ก็จะไม่โดนจับแต่เขาก็ประกาศอันนี้มาเพื่อที่จะเอามันเพื่อมาจับเรา當局伫15尾仔6點宣布上新的宵禁令，示威者攏表達抗議。泰國當局是伫15透早4點宣布曼谷緊急經濟狀態，禁止5人以上集會。了後行路平靜一段時間，暗過當日下晡3點左右，群眾開始行向市中心的樂巴松路口，人越來越多，警方出動包圍，發生衝突。อยากให้ศึกษาการถูกดำเนินคดีของกลุ่มบุคคลที่ผ่านมานะครับท่านใช้สิทธิ์เรียกร้องอะไรก็แล้วแต่ให้อยู่ในกรอบของกฎหมายที่ให้อำนาจท่านเอาไว้示威群眾伫暗時10點解散，學生領袖朱下提呼籲大家16暗時擱轉來，而且是逐工見面。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天氣哦，受到東北風影響，氣象局今仔早起是針對宜蘭發布大水災的特報來看雲圖，因為菲律賓附近的熱帶性低氣壓倒下來水汽哦，佮加上東北風增強，北部、東部會閣一直落雨，嘛愛注意，嘛可能會落大雨，還是大水雨。氣象局伫今仔早起針對宜蘭來發布大水雨特報，針對大台北地區佮花蓮嘛發布大雨特報。也毋過，新竹以南攏是多雲好天的天氣，這種天氣的形態會一直到後禮拜哦。另外，中南部嘛愛特別注意空氣污染的問題。中部、雲嘉南佮高雄、屏東地區，今仔空氣品質的指標哦，攏是柑仔色提醒，所以出門嘛愛特別注意。目前，當個欠水哦，塘園新竹苗栗19000公頃的農地哦，嘛要實施停止灌溉的補償措施。農委會主委陳吉強哦是表示，一定會照顧農民。明仔昨個早起，伊是講哦，每公頃的補償會超過12萬。也毋過有農民是認為哦，這寡錢根本向成本攏無夠。
调组当日局长，政府可下令爱土地苗农田停管，农委会强调一定会照顾农民，会有补偿。作为陈吉仲代期表示，调查每公顷补偿会超过12万，也毋过有苗栗的农民讲根本就无够成本。你差不多爱有15、16万才有法度通抵成本啦。伊补助遐都差不多工钱尔啦。另外，农民因为停管损失，农委会则是表示，农民申请补偿。农田内无收成的调组一定爱环境并得赔，甚至表示，若农民领补助，过去找水源种植，就要将补助退回，结果引起农民反弹，批评农委会糟蹋粮食。过一天，农委会又改变态度。那只要农民登记完，确认种植水稻，而且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形底下，我们会用最快的时间把钱汇到农民的户头，之后。整个水稻田上面的这些作物的处理，我们尊重农民的处理方式。苗栗农民陈庆雄表示，领补助了后，要设法去找地下水灌溉，无法度目睭金睛看丢啊死去，等算最后只会当收成一半。即摆这笔钱来补助阮的电钱差不多啦。付电钱去抽地下水吗？嘿啦，我国这要到手啊，你无想办法抽地下水嘛，袂用的啊。农会表示，但经济部水利署正式公告停管，就会公布明确的补偿金额。土地苗农民爱伫公告第2天的10天内提出补偿申请，史上头一摆伫稻啊伫要收成宣布停管，农民未负反应，无来面对讲要照顾农民的政府根本拢咧牺牲农民。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联合报》。考报台湾昨宣布要提前伫今年底来停止营运，外界是认为万北航检机是绿主的电子商店虾皮，也是后一个目标。也毋过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目前并无其他甲淘宝台湾同款的案件。再来看《苹果日报》，日本公司来桃园开一间 Xpass Park 路市中的水族馆哦，开幕2个月，每一天拢客满，也毋过民众就发现讲有真侪生物拢着伤。Xpark 昨嘛公开出面表示讲哦，水母长期是正常的，鱼仔着伤有可能是游客去拍玻璃惊到鱼仔，鱼仔去弄着伤，嘛已经有诶治疗咯。再来看《自由时报》，包括李明基等4个人，和中国指控讲是台湾间谍，嘛伫中央电视台节目中会失的。外界嘛真好奇，目前到底有偌侪台湾人伫中国失踪？农委会是表示，目前有48件失去联络、找无人的案件。再来看，咱国内昨又个新增加一个对境外离来的武汉肺炎病例，是一位30多岁菲律宾移工哦，伊是入境哦，经过14天的检疫，后来才个验出有病毒。另外，之前一位对中国公司的公司转来到台湾的大商哦，伫入境时验出阳性，后来带伊验2遍拢是阴性哦，到底是甚物原因呢？目前搁在调查。国内新冠肺炎，阁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病例，531例是菲律宾籍30多岁男性移工，有在菲律宾前3天内阴性检验报告9月17入境机场采检，甲10月7日集中检疫期完成采检，结果拢是阴性。了后坐专车到旅馆自主健康管理，10月12日由中介安排自费采检是弱阳性，后来再次采检加阳性确诊。今天新增的这一例哦，因为它 IgG 是阳性啊，但是有可能是在比较早之前的感染的可能性是最高。另外，顶日确诊的530个团出调病的人，是联邦大厂友达光电的台籍员工。友达光电也发声明证实，是江苏昆山厂的台籍干部，目前带伊隔离，而且当地全厂员工也接受核酸检测，全部阴性，厂内维持正常运作。也毋过指挥中心表示，这名个案在入境时机场采检是阳性，也毋过后来2摆采检却是阴性，也需要进一步厘清状况，因为过去捌有96个案例，病毒检测也拢呈现是阴是阳。如果发病比较久，可能就会类似像这种有时候验阴，有时候验阳，这当然都会比较常出现。另外，530个敢会当出院，钟仁祥表示，咱国确诊个案出院有几项标准，包括短期隔离到症状缓解，至少3天，离发病日达到10天，2摆呼吸道采检阴性。目前这名个案短期无到3天，也需要由专家决定敢是符合出院条件。另外，针对日本通报台湾输出3名确诊者，3人伫台湾接触者的核酸检测甲血清抗体也出来，全部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情的疫情个均价，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3900多万例，109万人死亡。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新增加一个病例，目前是531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5200多例，日本超过91000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佮有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21万例，印度嘛已经超过721万例，巴西是超过500万例。另外，伫欧洲方面，西班牙是超过97万例，法国超过85万例，英国是超过67万例。再来看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病例，目前已经超过3900万人哦。疫情上严重的美国就超过800万人。伫疫情正快速增加的威斯康星州，14嘛启动临时病院的措施。另外，即嘛逼出讲，川普的后生嘛去喂着病毒，也毋过医生是表示已经复原了。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继续拖，即马有26个州的累计确诊人数拢超过10万人，其中威斯康星确诊的住院病人汹汹增加，近期伫10启用封床病院。The number of people hospitalized with COVID-19 is at an all-time high, and not only that number is also growing. Many of our ICUs are strained, and every region of our state has one or more hospitals reporting current and imminent staff shortages. 那威斯康星美国媒体新闻报道，至少有10州的住院治疗记录拢创下新高。伫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后，伫病院治疗4天就出院，嘛引起批评。也毋过美国公卫专家福奇所出面替川普讲话，表示检测了结果了后，确定川普的状况未传染给别人。而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是伫14发出声明，证实14岁后生拜伦确诊，也毋过后生无感染的镜头。伫医疗团队治疗了后，梅兰妮亚甲后生重新检验的结果是正做阴性。除了美国南美洲的国家，秘鲁的首都利马煞发生了因为超过40万名游客伫周末拢去原本确诊人数较少的米拉佛罗雷斯区度假了后，互当地疫情反弹，等到伫9月底10月初确诊率增加100%。Usualmente lo que sucedía es que se registraba un mayor incremento porcentual en los distritos más populosos, ¿no? Los distritos que están un poco más alejados del centro de Lima, pero lo que hemos encontrado en esta última semana es que más bien los distritos mesocráticos con un mayor nivel socioeconómico están aumentando el número de casos. 针对病毒传染的社交距离，日本新豪的理化学研究所捌用超级电脑赴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湿度较低、较打扫的所在，因为烂手会走到较远，传染病毒的范围是愈大。另外，佮研究餐厅聚会状况，发现坐隔壁的人和烂手传染的几率比坐对面的人高5倍，所以嘛提醒民众用餐要注意距离。记者来上整理报道。再来看地中海东部国家塞浦路斯，为着要吸引外国的资金，推出投资移民的黄金护照计划。也毋过外界是质疑讲，这款的做法有空芳，有可能会成做暗砍国际罪犯的方法。当地政府嘛已经宣布讲要停止这个计划了。这个塞浦路斯人是真生气，包围国会议场，抗议国家吸引投资移民的黄金护照计划，成做外国的好野人甲犯罪人要后面国籍，闪开司法的空芳。塞浦路斯当局已经宣布，因为计划无够周全，所以向欧白人参使用。会为11月初1开始正式废除，嘛会全面审查奖励投资计划，甲进前发的黄金护照。卡达的半岛电视台8月底公开一份合作塞浦路斯文件的调查报告。一个记者假做中国的生理人的代理，想要买黄金护照来闪过洗钱罪。也那塞浦路斯众议院议长希洛里斯甲国会议员乔瓦尼拢表示，愿意动用家己的影响力来协助，只要钱有够就无问题，甚至会当换一个新的身份。这对话拢互录落来。目前涉案的议员已经停职。因为这个报道嘛，进一步公开，在2017年到2019年之间，塞浦路斯对全球70外个国家申请的人批准发清4本的黄金护照，内底不少是洗钱、诈欺，也有食钱的罪犯，有的是当咧互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因为申请的人是以俄罗斯、中国、乌克兰等等的国家，这个高风险人士是上侪。塞浦路斯为着要脱离金融风暴了后的困境，2013年推出黄金护照。只要投资250万的欧元，唔免坐移民卡，就会当做欧盟的公民。
自由出入，也佫有带后面27个成员国，高达已经吸收70亿的欧元。半岛电视台报道引起大家批评。后面执行委员会表示，这个报告的内容是让人感觉真歹相信，希望塞浦路斯爱彻底来调查。因为后面境内的马耳他、保加利亚嘛，拢有类似犯罪国籍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民主派人士伫今年的6四纪念日伫铜锣湾举办纪念会，以团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甲支联会主席李德林等人互警方领走。案件搁在调查中哦，昨下晡又搁出庭审理。警方伫昨早起嘛，搁去黎智英的办公室搜查证物。因为今年6四纪念日伫咧维园的浙江纪念会，向指控煽动他人参加未经批准集结罪来出庭。黎智英问讯了后，去互真侪媒体包围，也毋过无加讲啥。但是早起14个警员向搜索黎智英关灯的办公室，离开现场的时阵，提走一批证物，无掠任何人。黎智英对搜索的部分无表示意见，敢若讲警方提走一寡物件。问讯了后，去向指控同款罪名的支联会主席李德仁是举办记者会，批评政府滥杀掠人。黎智英就徛伫咧伊的边仔，无公开发言。就算明年有國安法，我哋都會繼續堅持燃點燭光，悼念6四。就算新上派真濟案件，黎智英早起也是伫咧推特直播，甲美國國防部政府部長沃夫維茲來對談。伫咧中段，黎智英佫直接問講，中共一直派軍機來擾亂台灣，兩岸敢有可能會戰爭？I can't imagine it, but do you think a war with the CCP is possible? The kind of accident you're envisioning is not impossible at all. If that sort of accident happens, you will see some of the most intense diplomatic activity in history. And I hope that it will be successful and all sides can recognize the need to back away. 沃夫維茲認為講，無人希望發生戰爭，毋過兩岸敢會向向發生軍事衝突嘛真歹講。即馬對台灣來講，阮國的防衛能力甲美國保持穩定的關係是真重要。記者綜合報道。今仔國際上，閣有啥物大代誌？咱做伙點台灣來看世界。首先是 NBA 火箭隊的總經理莫瑞，去年捌發表挺香港反送中的言論，互中國真不滿，甚至中央電視台停止播送 NBA 比賽哦。即馬有風聲講莫瑞已經辭職了。再來看美國的國務卿龐貝奧，今仔是指控講中國的孔子學校假做是文化機構，其實攏是咧幫中共宣傳。伊要求佇美國的孔子學院年底之前愛全部關門。再來看離美國總統大選剩無到20天，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拜登的陣營宣布講，競選團隊內底有2個人確定去挖着武漢肺炎哦。副總統候選人何錦麗嘛已經自主隔離了。再來看香港男子陳同佳涉嫌佇台灣刣死的女朋友這個案，雖然傳出講陳同佳準備要來台灣投案，接受法律的制裁，也毋過投案的庭詞有一寡爭議。被害者的家屬哦，嘛向陸委會主委陳明通來發出公開批，呼籲台灣愛簡化庭詞，香港政府嘛應該放落來無共款的意見，互陳同佳使趕緊來台灣投案，接受制裁。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哦，昨暗嘛回應表示，伊會使理解父母失去查囝的痛苦，伊嘛認為台灣甲香港政府應該愛坐落來好好溝通。香港媒體15日報道，關和平甲陳同佳台灣入境簽證申請被台灣方面拒絕。陸委會無直接回應，不過強調港府應該愛先回應司法互助請求，愛台港政府雙方先講好才有陳同佳入境的問題。本案基於事實調查的需要，港府應務實回應早先我方所提出來的司法互助請求，因為本案涉及台港雙方管轄權及相關的公權力之行使，必須由台港雙方先談好相關事宜，才有承銜來台的入境問題。我們在這邊要嚴正駁斥所謂政治算計、凌駕司法正義這個樣的不實說法。潘曉穎的父母15日下晡向陸委會主委陳明通發公開批，希望台灣應簡化庭詞，加港府放下歧見，趕緊讓陳同佳到台灣投案接受法律制裁。陸委會表示，主委陳明通理解失去查某囝的心情，也認為台港政府愛坐來好好講。香港政府於法、於情、於理
都有责任和义务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因此，我们要再次呼吁双方政府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谈。港府发声明指出，丹东亚自愿到台湾自首，甲港台两地承受刑事司法互助机制是两件独立的代志。难硬要安尼讲，显示台湾有政治问题，搁指台湾当局明明知香港无法律，用允香港甲台方进行司法协助甲移交逃犯，一直向特区提出这要求，是无尊重特区的司法制度，表示强烈不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台湾营运的偷报台湾，因为台湾的投审会认定讲中国的偷报会使控制台湾的偷报，嘛认定讲是中国的资金。台湾偷报昨日宣布讲，公司营运到12月31日特别结束。甲偷报的网页点开，各种的商品是看袂了。用偷报台湾来买物件，是袂少民众用网络买物件的选择之一。毋过，经营偷报台湾的影商克雷达，煞伫15向讲要收档。声明稿内底指出，公司经过多方面的评估，决定伫12月31日正式停止克雷达伫台湾的营运。也若偷报台湾的平台，嘛为15早起11点开始，甲注文甲卖物件等等的功能关起来。是今年12月31号结束营运。我觉得还好，就是台湾还有 PC Home 啊、虾皮这一类的网络购物也蛮方便的。偷报台湾的声明稿内底，还佫讲到已经规划好立即补偿的方案，而且会甲员工协商得到共识，互因比法定资遣费还佫较悬的补偿金，提供员工后手就业的协助。针对这点，台北市劳动局嘛提醒业者，上班爱伫10月底进前，按规定办理通报大量改骗员工。如果在这10月底没有送到那个通报计划书的话，那我们按照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的规定，那就有10万块钱的那个裁处。有几个个案已经被揭露，而且都予以裁罚。然后我们其实会就各界的法制面，会请各主管机关持续了解，去弥补一些制度面上的缺失。偷报台湾顶日去有经济部投审会认为讲，阿里巴巴集团对偷报台湾的公司有控制力，认定是中资，毋若裁罚41万，还佫要求限期爱伫6个月内退回投资或者是改正。即马煞雄雄宣布结束营运，也若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是表示，中资来台湾拢爱严格审理。另外，民间团体嘛呼吁讲，毋若是中资爱严格检查，华侨外国人等等一般的外资来台湾投资，嘛要求金管会爱重视，避免中资囝仔做外资偷走入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退辅会主委彭世宽昨接触媒体访问的时阵批评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吴怡农伫厝做兵的想法。彭世宽嘛骂伊讲是渣男全民国防这是正确主张。虽然后来彭世宽是解释讲，伊讲的渣男毋是针对吴怡农，是无认同伊的计划。那是个渣男呐，不要听他的。退辅会主委彭世宽15到立法院闭巡前接受访问，讲出惊人的批评。民进党智库新境界基金会副执行长吴怡农主张全民皆兵为社区做起，伫厝做兵，以组织国土防卫部队的构想。结果彭世宽一徛就闭巡台，佮澄清毋是针对个人，是无认同伊的计划。所有的计划都应该从国防部出来，所有的计划都应该广集这个大家的意见，但是不能够去创造自己一个独特的形象。目的就是为了选举。彭世宽补充，美国、俄罗斯等国拢无去做的代志，台湾也毋通去做。强调全民国防才是正确方向。对方批评渣男吴怡农回应，保家卫国是民众共同目标，希望各界就事论事。佮表示，伫厝做兵是让每一个国民都有抵抗侵略的能力。在家当兵，其实是在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邻居，让每一个社区有应变跟抵抗的能力，组织一个由公民组成、不分性别、横跨年龄层的国土防卫部队。吴怡农甲前参谋总长李喜明顶日联名投书，但出国土防卫部队构想，是参考瑞典2017年应付俄罗斯提升武力威胁发行的民防手册。若讲发生危机还是战争，其中讲到，若讲受到他国攻击，咱永远袂放弃。任何关系停止抵抗的信息，拢是错误的等内容。
王一龙提出的全面国土防卫机制，成立国土防卫部队，是将后备部队适时编组，负责守备所属的社区，平时负责灾害防灾，战时是反击侵入的敌军，并且建议政府先组成小型部队试验。也不过国防部提出的全面国防是希望全面有全面一体的概念，无分前后方，平时也是战时，将有形武力民间会当用的资源合作化成为总体国防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讲，华航的机组人员伫洛杉矶机场附近看到有人挂排伫喷射的牌影飞入去航空区，嘛随着通报管理人员，这嘛是一个月来发生第20这款的案件。中华航空证实，10月14日，一架台北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伫进场洛杉矶国际机场高度大约6500英尺时，机组人员发现疑似一人穿乌衫、加银色牌影，由航机到前方快速经过，随向当地航管单位通报。华航表示，班机已经安全降落，后续将配合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调查。美国媒体报道，这是洛杉矶机场最近第2摆有喷射牌影客进入航管路线。好像可以装在背包上面的一个小引擎，然后真正让人可以好像背着这个小引擎，然后在空中里面就是飞行。可是就是你推上去以后你人可能会控制不好，然后所以他可能会整个就是翻跟斗一样，或者是在那边旋转。航太专家分析，喷射牌客进入航太区，因为是载人，危险度胜过无人机。也毋过喷射牌若是用得好势，对搜救任务也有加分的效果。像英国空中救护大队，顶日就宣布甲厂商联手计划推出，全球头一回装备喷射牌的山难救护人员。毛语情景10岁查某囡仔为山坎摔落去受困，救护人员收到坐标，派去当地原本行路要用大约半点钟，无到2分钟就来到。First flight in Cumbria for a jet suit that's going to save lives and ease suffering. So incredible moment, truly incredible moment. 国内航太专家分析，目前台湾还未引进这种喷射牌装置，未来一旦开放进口，一定要比较无人机制度，除了科学，也要限制会当飞的区域，立法立管，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内地方新闻哦，伫屏东好地部落研究处的居民拜日是去县政府陈情，部落的长老点火烧家己的身躯来表达抗议。县政府是按照本地规划时间，伫昨早起要去拆违建的部分，当地居民嘛竟然用身躯来阻挡怪手，现场嘛发生激烈的冲突。我是这里的大家长，只要规则不进来，只要规则不要进来，你就走。居民手牵手半倒半坐伫涂骹，避免警察将因拖走，也为了阻挡怪手将身后的建筑拆掉。屏东县政府经过13个抗议自焚事故了后，无改进前的态度，才决定计划15早起来到马家乡李立里的研究处部落，准备拆除无代乡代表李金良的3层楼违建。在有九务政策的设计之下，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吗？我们好不容易在这11年来带动了部落的在地发展，你们无情的用两面操纵的方式来伤害族人的情感。为抗议政府的研究处配套措施甲重建条例无做好，并且主动拆除，现场警民爆发冲突，现场拢是叫声甲哭声，也有民众疑似情绪伤过激动，倒伫涂骹送医，也毋过民众的抗议并无成功拆动，怪手伫早起10点执行拆除。屏东县原民处强调是徛伫公安问题。这一栋违建屋，它事实上不是因应居住使用，而是经营商业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公安问题，以及山坡地的一个公共安全问题，这是我们必须去严肃考量的。因为李立里大约有8成研究处拢有违建的问题，原民处表示，除了这2天被拆除的大型3楼营业建物，其他超出研究处使用情况的，将列册管理；被拆除也会继续透过司法等方式争取放宽研究处的限制，来符合族人居住现况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市长黄伟哲昨出席台南火车头活动的时阵哦，有一阵成员台南铁基路的学生嘛去现场抗议，学生甲警察嘛发生冲突。台南市长黄伟哲伫台南火车头参加活动，边仔支持蓝体变迁后的学生大声抗议，甚至是甲警方发生相下体，直接要找黄伟哲顶情。因指扣查伫咧蓝体强制拆迁的现场，去互霹雳小组拖离开，致使真侪学生受伤，而且伊嘛真不满政府暴力强贴。设定地上权的可行，不管在法理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可行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管是铁工局还是政府还是交通部都没有正面面对这件事情，所以然后来做暴力强拆的动作。我希望你们用今天来抗争我，或者抗争市政府的1%的力量去替香港的一起去争取。警察监视执法过程，黄伟哲希望学生提出真情书，提供予市府内部来调查。若是黄伟哲则是暗示原本伫人面册铺文指出，台南滨高岛造成真正的人死伤，互人心碎。虽然已经甲文章提调回失的，毋过也是去互质疑讲是录痛，佮加上强贴争议。民进党副秘书长林慧环嘛发文呼吁台南市政府应该尽力消除市民对立。我们必须要面对台南市的市民面对都市发展已经延宕数十年的一个问题。至于土地的取得与否，要用到多少土地，我相信这个还是尊重这个需要用土地的机关。若是13去互强制拆除的黄春香，因为拒绝去互安置，这几工直接住伫咧开关的绿桥下骹。一二楼拢被人咧大啦，我真正气死哦！迄种的，我厝住在外口，因安尼担啊甲大。面对外界质疑，黄伟哲下晡也是去南thị的照顾主题来看大家大的状况，嘛强调讲，多数的台南市民拢是支持铁路地下化。若是伫即个工程当中，拆迁后的徛家去互牺牲，政府的工程去互延着，还有市民期待的都市发展，拢无法度向前，拢无人赢。伊尊重各界意见，毋过针对恶意的批评，伊嘛甲内党表示遗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新店苗栗甲台中4个县市已经开始伫半暝来减少水压，希望使疏解欠水的压力。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会随时来调整，互民生甲产业袂欠水。也毋过为怎样无风台就无水通用咧？有专家是指出咯，主要是因为咱台湾的水库积沙积甲真严重哦，欠水的量有害，佮加上自来水管哦拢会漏水，浪费水资源。2015年，台湾发生科环欠水的危机，迄当阵新北市、板新、南口地区、桃园、新店、苗栗、台中等等的所在，都一阶段限水，转做2阶段限水。其中桃园市、新北市甚至是实施提供5天停2天，3阶段限水，工业用户减5%，游泳池甲停车业拢停业。5年后，这款的限水措施可能会搁一届来发生。目前全台湾的7座水库脱水量拢无到5成，桃园、新店、苗栗、台中等等区域的水情是黄灯，创史上头一届10月份洪水期实施减压供水。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做上摆拍摄检讨水情，目标维持民生产业用水。希望能够维持民生啊跟产业的用水，能够确保产业的部分也希望这个厂商能够自主节约用水5%。今年欠水除了受到气候因素影响，水资源的专家分析，台湾较高欠水有3个主要的原因，包括水库积土真严重，尤其是石门水库，积土率是超过3成，自来水管漏水量是要减2成，算来超等于3座石门水库的脱水量是浪费掉，还佫有水价伤低，每一度平均9.2块，平均每一个人每一日的用水量达到284公升，比国际标准较悬，造成浪费。工业上呢，使用的水最多，这个水价上应该调高。用水大户这些，你要自己去自筹去做海淡厂，他这个水要怎么样再去循环，这个他就会去认真去思考。专家表示，翡翠水库有效的脱水量虽然已经登来到5成，毋过甲英国比起来也是较低。若是水情无乐观，未来可能会提供予板新地区用水。水利署的人员嘛私底下表示，未来进入第2阶段限水的可能性真悬，呼吁民众爱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的太保有一栋社区大楼，主委是指控讲有中人甲外籍移工安排住伫这栋大楼的空房，居家检疫、送饭、收垃圾拢无规划，造成社区民众的惊吓。嘉义县卫生局调查是认为讲有一人一间套房并无违法。一个挂嘴暗外籍的男性加入去社区的管理室。
保全人员甲伊绑体温了后写资料。几啊天了后，阁有无共的外籍人士来，资料写好了后，就依序去卖厝的业者带去楼顶。社区的主委表示，这个外籍人士拢毋是长期住伫遮，依序是伫咧社区做14天的居家检疫，或者居民是真烦恼。14天了出去，阁有人阁入来。哦，所以不是固定式的。是，已经伫遮咧轮岗，咧做这个生意安尼。伫咧嘉义太保这栋社区大楼，社区的主委表示，为8月份开始，就小连续发现有外籍人士，住无几天了后就离开。社区业务管理公司嘛表示，卖厝的业者甲投资客做11间房间，当做3间公司外籍人士居家检疫的所在。不过因为伫咧无共的楼层，管理是真困难。最近有几个外国人，他都是自己搭车到社区，然后就是自己上楼去做居家检疫。那这个。因为他们从机场到这边来，几乎都是晚上10点以后的事情。那第一个当然是人力不足啦。管理公司讲，虽然卖厝的业者有事先通知，不过大楼内底有真侪公共空间，真歹安排因专用的路线。住伫遮的居民恐惊会有感染的风险。也若送饭菜甲处理粪扫嘛无配套，或者居民是心惊大惊。也若嘉义县卫生局表示，初步了解有符合一个检疫者一间房间的原则。相关单位都有去会看过哈，那警察局也都每天有在做电子围篱的一个监控。嘉义县卫生局表示，初步的轰炸有符合居家检疫的规定，嘛会要求爱加强消毒，而且落实徛名制。目前送饭菜还有收粪扫，拢有专人伫处理，嘛会加强迄个区域警方的监控，民众毋免伤过头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林的土库月港社区，最近是申请的中华生活美学馆的计划哦，邀请北港真出名的花灯师傅吴定兴老师来教社区的民众做花灯，布置家己的社区，咱做伙来看卖。看到社区的阿公阿嬷遮专心，才知影因为着这批夜光莲花灯伫咧拍拼。婚林土库月港社区去申请到中华生活美学馆的计划。大家同心协力做花灯，要来增塔家己的社区。我们这一次透过彰化美学馆我们申请的计划，结合粤港居民跟土库国小、粤港分校的学生呢，一起做这一条夜光龙。那希望把粤港的文化落实的传承下去。人讲万事起头难，这阵阿公阿嬷因过拢毋捌做过花灯，这回说爱家己来设计规划，有影是真甜头。好佳在邀请到北港第2堂龙凤赛艺阵的团员吴定兴老师来指导，也互花灯的制作更加顺利。那做的这个龙是用花灯的概念去设计，一开始骨架对在妈妈来讲是比较辛苦，过来但是到尾咧高步就是因专业照着做这尾龙都我凝聚这个咱社区的一寡会员大家做伙出来。众人若共心，日照良人万点金。透过计划申请老师的团价，把家己的生活经验贡献出来，完成这杯夜光铃。这杯金铃毋但是社区的标志，也是众人团结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县这几天这几档真侪社区拢会推广生活艺术的计划，希望使增加对家己故乡的认同。人口流失真严重的关系，最近嘛找社区的时代做伙用竹仔甲粗灰家己来起一座亮人亭。社区真侪妇女躯体涂骹甲老师学特别，无人画忝，上课5个外话，总算甲社区内底大家定咧啉茶开讲的灯仔。该者完成，它变成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凉亭。我想以后当初的是没有做得很好，很多民众不大愿意进来，做到有一点规模又很漂亮的话，我想我们社区里面呢，常常都在有土地公都有拜拜，我想来更有意愿会来大家坐着聊天。它这个竹编，包括这个洗闽食的这个部分，包括陶板，都是从无到有。重点是。以后长长久久的维护，都会落在我们社区居民的身上。我认为，这个落实公部门任何一个点，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都是我们民众三天的整天蹲在地上去把它，在老师的教导之下呢，把它编出来的那还有很多陶板，也都是学员的作品那这个完成以后呢，可以说呢，它真的是我们关西镇
最美的一个凉亭。文化局透过生活艺术计划，等于推设社区美学，这个是选择新竹县第3线的重要入口，客人庄的浪漫大道，希望中华在地特色。这几年来非常重视所谓的艺术下乡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艺术下乡首先必须要选择了一个点以后呢，必须透过居民的参与，那让居民能够有参与感，这样我们做出来的成品呢，才会让大家所接受。乡亲期盼这座亭啊，未来可以当甲社区的导览甲做伙，展现关西镇早期历史甲在地文化的特色。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今年的8月份，新北市金山区公所的网络小编熊熊过身的案件，劳保局暂时公布调查的结果，发现这个小编伫个死亡之前每个月工作时间拢比正常加出100点钟，伫死亡之前的2个月到6个月，平均拢至少加80点钟的班，令个小编有过劳的情形。今年8月份，新北市金山区公所一个编辑陈家伟伫咧厝内熊熊死亡，防指期讲是因为工课过劳的关系。新北市府伫9月份审查了后，已经认定符合因公死亡的要件。因劳保局嘛伫咧15宣布，确认这个编辑有符合过劳的指引。发病前1个月超时工作100个小时以上，或是发病前2到6个月平均工作时间超过80个小时，核付的是那个伤亡津贴5个月，10个月的职灾补偿金，还有就是那个医属年金给付。劳保局比对家属交的举国地图、甲网络登卡的记录，还有新北市政府提供的区长行程等等的记录，发现陈家伟伫咧发病之前的6个月，平均做工课的工时拢超过正常的范围，认定符合过劳，已经发还遗属年金、职灾补偿金，还有双重的津贴。家伟我从小养大那么大，过劳死慰问金只有20几万而已，这因公死亡也是94万，100多万可以养一个孩子吗？陈家伟的老爸讲，这津贴拢无法度甲因囝的性命换倒转来。不过，即马真相大白，嘛算是互因后生一个公道。不过，类似这个案件，公部门过劳的问题，其实并无罕见。而且，毋若是约聘的人员，就连一般的公务人员嘛，可能会拄到。因若针对劳保局对过劳的认定，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回应讲，后手会做内部的检讨，而且配合监察院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对这个月15到月底65岁以上的民众，拢会使到社区指定的地点来做公费的流感疫苗，而且卫生局嘛挂保证讲到月底拢袂欠货，也毋过伫高雄所发生公费疫苗欠货的情形甚至有里长讲要去甲政府抗议。符合资格做公费流感疫苗的高雄市民来到你的指定注射站刷无通知，里长是无用咧接抗议电话，因串联去市议会找高雄市长求助。中央施策逆时钟，我们要疫苗。执行了3天以后，发现所有的疫苗全部都不足，注射站全部都撤掉。高雄开放市民到各区各里注射站做疫苗，才执行3天着重点打注射站总体。台中对初9开始针对医疗院所分级限额供应，不过自15开始对各社区设注射站，65岁以上的老大人都会当做，而且无限制名额。目前是准备150支，但是不够的我们还会再配。台中的梅川东路军安宫社区注射站，才9点多就排无8位老大人单注疫苗，因感觉真方便，免特别走病院，让人烦恼慢来就注无。也想说早点打，早点保障自己好啊。医疗院所逐日有限制公费流感疫苗的注射名额，社区注射站是无制限，民众质疑会影响疫苗拍派。台中卫生局回应，流感疫苗采购73万4千剂，14有48万剂到货，单库存要18万剂，有风等号，逐日拢会检讨。管控我们会做一个滚动式的调整，那我们也不排除会下修提供给医疗院所或是卫生所这个每天的疫苗的量。那尽量能够维持天天有疫苗来提供给我们公费流感疫苗对象。目前台中一日疫苗大概注3万剂，15开始各社区注射站到12对进前，敢若提供65岁以上的老大人注射，11月开始就到医疗院所注疫苗。卫生局指出，今年民众注疫苗的意愿较悬，疫苗拢传到野，只要下资格上悬11月半进前拢做得到。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教育部幼儿园的台语教学计划，到今年已经有92间参加。来看高雄有2间幼儿园，逐天上少有4点钟，互囡仔讲台语、听台语。大部分的囡仔原本拢袂晓讲哦，逐天豆豆啊学，效果阁袂歹。西湖国小幼儿园的囡仔透早8点对着老师来菜园仔挖土种菜，囡仔上爱找因菜园仔的好朋友。那边有一个落来哦，哦，伫遐对无？你看，我昨有发现，伊讲哦，这是白桂咯，对无？白桂咯，白桂咯，嘿，安尼我就找到伊啊。嘛有看到菜场，大家都爱去买菜场。原要种种拢互碰气食了了。伫菜园仔内底爱讲台语，是因逐工菜园仔时间的约束。食点心的时间，囡仔嘛爱讲台语。老师伫逐工的生活活动，自然教囡仔讲台语。去佚佗顶，饭了爱捡起来，食饭慢慢来食。有明仔载去起来，咱来去便所，囡仔爱甲茶果起来啉茶。自然即种例行性的活动，就一天的50%拢咧使用闽南语。一开始拢袂晓讲闽南语，所以慢慢学，慢慢甲小朋友搁做伙学安尼。西湖国小幼儿园是第4档申请教育部闽南语浸水式的教学计划，已经看到效果啊。另外，这间天主教的善道幼儿园，囡仔逐工祈祷、唱歌、宣教句，拢讲台语。蒙特梭利的教学方式是每一个囡仔学每一个囡仔无同款的功课，阮慢慢一点仔一点仔的累积下来。园长伫6、7档前就开始教母语，这大部分的囡仔原本拢袂晓讲台语。加在老师真有热情，因拄到上大的困难，也是家长。真奇怪呢，家长甲囡仔吼，看到囡仔就讲华语，包括迄阿公阿嬷嘛是普通是拢讲母语啊。当时我发现是阮教了，等于无爱讲，等于无爱讲，吼透早来个顶来。闽南语浸水式的教学，105年试办的时阵，全台湾敢若10间幼儿园尔，到今年第5档已经增加到92间参与啊。保存母语爱对幼儿园开始，不过家长敢会认同配合，恐惊是上大的考验。记者陈家军、赖维做高雄报道。因为疫情，本来观光客吵吵店的意大利罗马变甲真安静。最近当地嘛推出 VR 的新体验，让游客透过虚拟实境的设备，会使重回罗马帝国时期的竞技场，来看迄当时闹热的情形。这是罗马马克西姆斯竞技场的围顶，规片空空，互你家己想。不过怎么拿戴这种特殊的目镜，你就能看到这个可可围顶以前原本的模样。这摆是罗马帝国上伟大的竞赛场地，这边会当容纳25万的观众。那么，意大利罗马市加扩增实境公司 Gisnet， 加这建造成为全世界上大的扩增实境体验现场。È una bella esperienza, comunque ti fa vedere com'era all'epoca, cosa che io non mi aspettavo. Comunque adesso è un prato, invece all'epoca era proprio un teatro. E è particolare, mi sta piacendo per adesso. 这项 Circle Massimo 体验活动今年热天才推出，本来是象征外国游客，不过受疫情影响，变做当地罗马市民较多，真多人排队要来体验这个时空旅行。这边差不多40分钟，自山谷开始探索竞技场的起源，到罗马帝国时期的战车竞赛，到19世纪变做负责公共照明的煤气厂，经过竞技场的过去现在。Si può ricostruire veramente il passato e soprattutto il monumento più grande di tutti i tempi che è stato il Circo Massimo. È proprio per ridare dignità a questo monumento che ci siamo impegnati insieme con i tecnici a ricostruire il più scientificamente possibile lo spazio del circo. 扩增实境除了爱靠位置追踪软体加 GPS， 这些的灯光计算，上大的挑战就是爱准确的重现历史，爱有考古学家、建筑师、3D 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加电影导演最近合作。Come numeri stiamo parlando
di 13.000 linee di codice, più di 2 miliardi di poligoni. Immaginate che 2 miliardi di poligoni da gestire real time che dovevano comparire con scala 1:1, diciamo, perfettamente ancorate sul terreno e diciamo con una collocazione che doveva essere perfettamente in sintonia con il luogo. 为了防疫，尤其入场进前爱磅体温、带防护面罩。团队上最一边8个人，每一个人爱保持3英尺的社交距离。这项国情实景体验活动会一直到10月底，2021年旅游季才会搁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南美洲的巴西，有一个双脚无介方便的外送员，伊利用木块用众人的爱心来解伊的机车哦，来重视外送食食的工作。伊讲伊之前真不如意，嘛想过讲要做戆代志，也毋过后来伊改变家己的想法，即马这项外送的工作，伊是做了真欢喜。咱做伙来看伊的故事。伫巴西大城圣保罗当地美食外送员道瑞里欧。逐工拢会伫安全帽啊，加以解过乌托邦，派外送专用嘅保温袋啊，甲小小嘅餐点送到人客手内。去餐厅摕餐点嘅时阵，头家也真好心，替伊甲食物放入去保温袋内面。对行动无方便嘅伊来讲，省真侪时间。会当有这份外送员嘅头路，也真满意。Essa função de motoboy mano, não é tipo feita pra gente cadeirante. Tá entendendo? Eu tô colocando essa situação hoje em dia, trabalhando de motoboy, pra tipo, mano, vencer obstáculo, superar desafios. Porque a gente na cadeira de roda, mano, a gente não é inútil, a gente não é inválido, a gente é capaz de fazer as coisas, entendeu? 下半身行动无方便，伫今年3月，巴西因为疫情的关系，政府开始封城。34岁道瑞里欧就发动募款。募得65000台票，改家己的乌托邦开始做美食外送服务。即马大家看到的是道瑞里欧积极正面的人生观。因过伫咧5年前拄发生车祸，双脚无法度行了，伊是落入去人生上黑暗的谷底。迄当阵还阁想要结束家己的性命，也是牵手伫咧边仔一直甲鼓励，才总算互伊看到人生另外一种可能。E aí eu tentei suicídio 3 vezes, não consegui, cara, graças a Deus, porque senão eu ia me arrepender, mano. Porque a vida continua, do jeito que eu tô hoje, se sou feliz também, pra caramba. Minha esposa do meu lado aí me ajudando, fortalecendo, sempre dando apoio moral pra mim. 道瑞里欧讲，人生无啥物好麻烦的，一切代志发生拢是上好的安排，最后也当互咱对中有所体悟甲启发。就算美食外送员的头路未当互伊好行，也毋过靠着家己的能力讨谈，甲牵手这阵平安度过数落来人生，就是伊上大的幸福甲满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比利时有回收塑胶的工厂，专门收一寡塑胶管仔的挂，重新来制作生碗、盘仔、佮家具等生活用品。咱做伙来看卖。真侪塑胶的物件展示伫塑胶再生工厂大厅内，色彩鲜艳的家具用品吸引参观者的眼光。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间工厂生产的物件，亲像是创意手绘家具用品，啊，毋过详细一看，这物件其实拢是用塑胶本色所做的。Un dégoût au point que j'ai commencé à m'instruire sur l'écologie, sur le recyclage, sur qu'est-ce qui pouvait se faire en ce moment avec le zéro déchet qui m'intéressait beaucoup. 工厂的创办人马蒂尔德设计学校毕业，因为感觉塑胶本色对环境甲大海破坏，开始回收塑胶。2年前，伫咧做雕塑工作的爸爸帮助之下，成立这间塑胶再生工厂，专门收集、回收塑胶挂，佮重新做成生活用品。Mais donc pourquoi les bouchons? Parce que c'est petit. Parce que c'est facile à stocker, parce qu'il y a beaucoup de couleurs, un choix incalculable de couleurs, c'est absolument hyper créatif, c'est génial. 伫中济进前，马蒂尔德会先清洗、拍打，然后利用机器改到水个样。爱机器加一个塑胶材质，会制作彩色的塑胶线，用来做电火搭、线款、容器等等，得到居民的学老，除了协助收集管仔挂，也制作产品的消费者。Ça m'a beaucoup plu, cette idée de recyclage et cette idée de réutiliser, c'est très dans l'air du temps, mais je crois que c'est la génération qui va un peu changer le monde et nous faire prendre conscience de consommer différemment.
另外，工厂内底亲像金属零件、甲机器引引，也是为废弃物当中取代。伊认为，去走路抗争气候暖化对全球影响，不如以工作甲行动做出更较实际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气，今仔桃园以北个东半部拢会落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个宜兰地区雨会落甲真大。气象局将对宜兰发布大水雨特报，也毋过新竹以南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咱做伙来看今仔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